来是这个林佳龙，今仔日正式登记要来参选新北市长，甲民进党提名的37位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，做伙来营造团结胜选的气势。林佳龙嘛向新北市长侯友宜落政贴，呼吁这市长透过辩论，两个人正面来对决。我们要最热烈的掌声，我们一起努力。用手铐和大家拍照，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前往选委会登记。民进党提名37位议员参选人，选区现任立委大家斗阵，气氛真热热。新北大核心，议员全来打，林佳龙动算。人海战术营造团结动选的气势，伫竞选总部主委林锡尧的陪伴顺利登记完成。这边好，谢谢。林佳龙嘛向要未登记的对手新北市长侯友宜下政贴，爱侯友宜登记的时地表单，唔拿选政见发表，是透过辩论正面对决。今天我要正式的再向侯友宜递出邀请辩论的战帖，要有接受辩论的勇气。伊嘛提出新北大翻新4大政策主题、20项政策愿景、100项具体主张，对决侯友宜改变的勇气。起步比较慢，但是这几天的冲刺啊，我们已经看到后市看涨。那侯友宜呢，他心在2024。我们就成全他。做事场面真有气势，唔过却常常听到梦醒时分。非常好。原来是拄好拄到时代力量选共款的时间登记，副主委嘛赶紧出面协调，嘛变做一段意外插曲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